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府，这个台中市政府送快台阶，面顶有来打市长卢秀燕的大纸，引发着议论。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阁接到市府员工的陈情，讲休困的时间，互叫去打这个大纸，甚至阁有人为早起上班一直到下班拢咧打大纸，阁有人爱加班继续来打。市府特别公开着监视器来保护，讲绝对无加班的状况。提一盒搁一盒的快台机，扛去塑胶落到内底，搁打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大纸。现场60-70个人，内底有公务人员和职工作为分工的包装。司机有来跟我们投诉的，他说他现在都不用开车，或者是他开车回来，应该是在那边休息，准备下一趟工作的时候，全都被叫去贴贴纸。动员这些基层，他们都看不下去了，请市政府不要再为了秀燕贴纸累垮了基层。民进党团接着陈情，有公务人员指控休困时间互叫去打纸，阁有人规工的工课拢伫咧打纸，甚至还阁加班继续打。市府出面话冤枉哦。我们会随时针对人力来做整体的调配，大家也可以看到没有加班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之前有提说加班啊什么等等的，今天可以发现呢都是谣言。市府摕监视器的相片证明5点过了后，大家都下班，无人伫咧包装，嘛无互公务人员加班。今冒25个公务人员和50个职工负责，6月初6开始包装，已经包14万份，预计可能还阁包超过30万份。是还不会，因为也都是一样在工作啊。然后这个它也不是属于出众的工作。这个工作本身它不是说是怎样，但是就我们可以大家同心协力来把这个疫情赶快停止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